华视在地新闻继续来看，顶个月月初，小连续落大雨落9天，台湾西部沿海养殖的蛤蟆受灾严重。彰化县饲蛤蟆饲上多丰原乡有蛤蟆笼，甲3万台斤死亡的蛤蟆就甲倒伫路边，真惋惜哦。讲这彰化县政府并无甲因列入到天然灾害的救助区，因根本就无法度来申请到补助。县府的农业处是来回应讲，因为栽损率无达到中央制定的20%。蛤蟆笼是真害头哦，讲这饲蛤蟆的人拢得要破产了。这些养文革的人都快要破产了。蛤蟆笼从这一浪过一浪死去的蛤蟆整理了，总共有3万台斤，准备要车去粪扫场担掉。哇，这规堆这农友真无奈，看到沿海死去的蛤蟆，你看偌济，袂输敢若山共款。初步估计，这死去的蛤蟆上少价值200万。公顷平均连地租、饲料、整理库、蛤蟆苗，工资起来大约要50万以上。因为8月初连续落9天的大雨，西部沿海饲蛤蟆的真正甘。验估彰化县蛤蟆损失率干那17%，中央现金补助的标准是23%，无达到这标准，农友真无奈。不止啦，不止17%啦，会破产啦，会倾家荡产啦。吃饭就卖讲啦，会个一屁股债的。这摆西部沿海饲蛤蟆受到重伤，富林台南拢已经领到补助啊，彰化却是袂使领。农友希望讲县政府出面，用专案的方式报请渔业署，那请渔业署考量专案来救助这些渔民。早上彰化县政府讲，原来蛤蟆损失大部分是渔业署调查后，蛤蟆笼才发现讲新的灾情，会甲渔业署争取希望讲利用专案的方式，基金补助这蛤蟆笼的损失，帮助因渡过这摆难关。